何謂本？本嘅原意係植物嘅根，係生命嘅本源。中醫始祖《黃帝內經》講求調養身體內在嘅根本。中華養生文化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，代代相傳。追本溯源，堅守初心。養固健，源於養生固本，健康人生。品牌標誌嘅一束長雲，似如意，似靈芝，寓意健康吉祥。圓代表圓滿和諧，表達為人們帶嚟美好生活嘅願景。養固健，回歸根本，從中草藥經典方劑中吸取智慧，借助現代科技開啟傳承新篇章，致力成為中華養生嘅健康食品領先品牌，結合傳統與現代科技，讓更多人感受中草藥調養嘅魅力。佢迎襲過去，走向未來，激發每一個生命嘅無限潛能同力量。養固健，養則固，固則健。